国民党即届在咧中部是赢到袂少立委的席次，尤其是台中有6个立委选调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骨力斗虎选，真受到大家肯定。另外，中华有4个国民党的立委连任，南投毋但马文君5连霸，尤浩嘛选调。也若伫分林的丁学忠是成功选赢，互对手民进党的苏治芬即届是无通连任。 选立委成功了后，国民党立委当选人罗定伟透早坐机车用放上头沿路谢票。另外，现任议员黄建豪嘛代表国民党选赢，展开谢票的行程。上互人注意的也是伫中二选区，颜宽恒打败民进党现任立委林静怡，成功改变世面。所有的立委都会协助市长。 然后呢，也要在我们自己的选区，还有大台中的进步，都会尽最大的心力。中二选区选情激烈，颜宽恒选赢，互人认为甲2年前补选失利的民主赢倒转来，也搁再重回国会。台中市甲顶一届比起来，那赢伫8席的立委抢到6席，民进党为6席让2席，那赢改变台中的世面。外界认为甲罗秀燕的助攻有真大的关系，啊，不过原来有头人认为爱更加重视民意。 未来在立法院也可以成为台中的团队，甚至中部的团队。中华4席立委顺利连任，席次无变。南投县除了现任的马文君顺利得到5连霸，现任议员尤浩嘛打败蔡培辉。南投2席立委拢是拿赢，县长柯淑华助攻有个加分。 中央地方一条线可以在尤浩身上，还做一个最好的体现。下乡的时候，对南投县所做的承诺，我们会一一的去检视，还有要求。那是分林第1选区由国民党的丁学忠打败民进党现任立委苏治芬。苏治芬伫面册答文表示，人生的选战拍煞。虽然第2选区由民进党刘建国连任，啊，不过伊坦白讲有改善的空间。民进党执政这8年，真的。 做了蛮多的事情，但是整个宣传宣导的效益并没有达到。大选结束，国民党伫中台湾立委的选战成绩历来，也是未来国会的第1大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